阿罗罗没得啦，俺们没事啦，来头。小朋友的俺安妮呀来哭嘛。那哈阿去要乌毛好嘛？他嘛毛好呢，还个好的。俺阿去要乌看俺的意思。阿罗罗，好，我们家里比咱们要乌好哪里看去呢？俺头啊。一组呢，用怕要起不应啊，门个呢要用怕起少呢，阿姐种长啊，那要生女啊呵。没得阿是有点呢头，阿姐呢种长有去家。皮包哎那里些来那大包俺种呢要长啊，有个去嘞。俺那嘛种长呀面啊，些铺些包啊，皮嘞藤呢都卤的嘛。嘿耶啊，送嘛的，皮包怕要起不应啊。阿个听得怕流啦，那怕家呢头。阿不呀讲啊，好女就个好模样，这里那包比恁那比好嘛。阿皮好了有后面阿拉听得把太那个同样。个老个嘛做个阿说俺被下怕不嘞怕哭啦嘞，从古嘞呢。你好俺阿不做啦呢了哈怕不哦，了我本来那些了姑姑种啊。有来你得嘞女。个你吃农开木了面你有呢，我啦面嘛得么呀。你打波我被下怕不了，姑说有来你都起得路的。啊对，有那好就怎么？阿卡好女渣的，阿姐种呀嘞，阿说是伢那地波那啦伢没得，把带渣唔怕就去伢。